前解说2句啊，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讲，迄天我坐伫咧阮知己的国情啊，我知北部电台名主持人阿公兄，名甲你共一个国，你拢叫伊共国的对。我坐伫阮阿公兄的车顶，去互甲我嫌，去互甲我念，讲国情啊，你安尼逐项都讲到有一个8字，结果都无影无一只哩。所以毋知迄天我就是先去找阿公兄，结果听到伊要上山去巡电台发射站，发射站拢踩伫咧山顶。啊，我讲我原来要跟你来，因为自较早20年前民主电台啦，我安尼节目有节目做甲无节目，发射站我上内行，结果去到山顶尔，目睭金金人上中现老气，伊说驶车落山甲我开啦，我坐伫咧伊的边仔副驾驶座，伊讲国情啊。你逐项都讲到有一个8字，这个8当然就是对代志有了解，毋才讲做8，所以毋是写做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迄个8，就爱写这字。有啦，我8啊，无影8，毋才讲到有一个8字。国情听到伊安尼讲尔，头壳摇的，讲阿公兄啊，都无法度你，因为足久毋捌去你山顶对你出来唠唠的，你这个人就是爱哭爱对路啦。好朋友，这原来台湾民间流行的趣味话。啥叫爱哭爱对路？所以毋知影幼囡仔吼，你即马吼若要去对，你若毋好对啦，伊就安尼开始哭。爸爸，你带我来，爸爸，你带我来。啊，一个讲要互对尔，哇，喙笑目笑，欢喜安尼。所以即款人讲做爱哭爱对路，无影会晓你，敢若为着要去山顶吸收一个新鲜的空气，安尼硬讲我外来行，去阿公兄甲我念、甲我嫌、甲我开，讲我爱哭爱对路，啊毋呐。看到路边一间面摊，我佮阿公兄讲暗安尼，啊无吼，先来食一碗面啦。吼，啊，都驶袂到咱电台咧，就想要食面，无法度哩。国情啊，头壳去摇的，讲我这个人，都品行偌好咧，别项无啦，勤、佮俭、佮骨力啦，啊是勤伫咧对，俭伫咧对，骨力伫咧对。所以毋知影讲勤者俭做骨力开。台湾话咧讲话拢讲颠倒变的。勤伫咧食，本来勤是好的，但是勤食敢若就无遐好啊。俭伫咧做，若叫我做吼，我足俭的啦，拢无啥想要做班段做啦。啊，搁来骨力伫咧开钱，安尼叫做勤食俭做骨力开。台湾人咧讲即个颠倒头的艺术，即个俗语有影真趣味。